量，好不好？很开心，富邦愿意等我复健的时间这样，然后在第2轮就选我，让我当下特别开心。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特别开心。那其实很高兴郭俊宇常常来到新庄棒球场来比赛，这一次再次跟大家今天是穿上我们富邦悍将的球衣，那也是跟你跟大家分享你现在此刻的心情好不好？因为很久没有来这里，然后很开心，对，来到这边，然后加入富邦，然后也看他们的环境改变很多，就是他们也很努力在为球队还有球场跟球迷的付出呢。掌声！那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复健，然后也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你目前最近自身的状况。以及复健状况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当然，大家要期待你可以再次回来到我们的投手球场，最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复健状况是如何。因为我开刀大概3个多月，然后有在按照那个复健师的行程来走，就是有一直断没掉瓶颈，所以现阶段都还算顺利。所以掌声，我们也希望，好不好？我们英雄能够早日康复，有一天比赛是回到我们投手场的赛制，掌声。也欢迎跟国际的选手加入参加。我们一起来期待，也是我们大家的笑声的未来，对下我们的选手一起来加油！我们邀请我们的女选手来跟我们的球队一起来喊声加油！比赛的时候就是有先进去休息室，然后还蛮多就是之前有一起在中华队打过球的学长啊、学弟啊，以及上就是那气氛感觉就是还蛮欢迎我来那感觉上就是还蛮开心的，然后又跟总队长得到说就是他也是希望我们好好复健的力量，就是确实把该做的。比较直接的队友或者是学长，我跟你们分享这边球队生活或者是文化这样子。现在生活上面的话，可能球队的一些运作还没有询问，因为我现阶段是在复健的状况，所以他们很多叫我就是复健要好好努力这样，因为可能对我未来回到球场可能会有帮助，所以希望先努力在复健这一块这样。因为就可能也大概一样，没有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这个是他们到最后是改判，那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前面2次成功，那也就或至少1次成功，那也就算了。3次都没改判的，2次都没改判，你还听他的，那就是。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怪怪的。如果说，当然，如果是最后他改判结果成功，那当然我就不会出去嘛。我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而已。那在球季中是不是有发生蛮多像类似这样的状况，比如说主审或者说裁判这些问题的？没有，其实还好啦。我觉得裁判这种也是不是很好当。我老实讲，不是很好当嘛，因为有时候一瞬间就要决定safe or out 的那个是很难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我就有点觉得没办法接受，说前面2次就失败，你自己还决定让他挑战，那我就觉得这是怪怪的。没有，当然如果是我教练，我也是会啦，我也可能也是会这样做啦。但是我只是觉得这是裁判可能还要再加油啦。